大家好，我係 Judy，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刻意練習》呢一本書，作者係 Anders Ericsson 同埋 Robert Poole。Anders 呢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嘅心理學教授，佢嘅研究受到好多人讚賞，亦都俾好多唔同嘅暢銷書引用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10000小時法則呢？就係話你精通任何嘢呢，你都必須要練夠10000個鐘頭。呢個法則係由另一位暢銷書作家引用咗喺佢本書度，但係 Anders 發現呢一位暢銷書作家錯誤理解咗佢嘅理論。Anders 認為有效嘅練習唔係淨係睇練幾多，仲要睇埋點樣練，即係呢質同量同等重要。Anders 喺刻意練習裏面就有詳細咁樣講解。Anders 喺2016年完成咗呢一本書啦，而佢喺2020年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而 Robert 呢係一位科學作家，擁有萊斯大學數學博士學位，亦都擁有幾本同科學有關嘅著作。睇完呢本書，我覺得我嘅人生呢充滿希望。原來一直以為自己做唔到嘅嘢，未必真係做唔到㗎。只要好想做，利用刻意練習都可以獲得成功。哪怕好多人覺得咧你冇天分做嗰樣嘢。究竟呢一個世界係咪真係有天才嘅呢？莫扎特有完美音感啦，即係 perfect pitch。你俾任何一粒音佢，你唔需要另外再俾一個參考音，莫扎特都可以講得出嗰個係咩音。即係話喺鋼琴上面是但撳一個琴鍵，莫扎特都可以話俾你知你撳咗邊一個琴鍵。呢啲能力有幾多個人做到呢？我自己就做唔到啦。咁係咪天才先做到呢？當大家覺得莫扎特係音樂天才嗰陣，日本有位心理學家揾咗24個由2歲至6歲嘅小朋友去做聽音訓練。有啲小朋友做咗幾個月，有啲呢就做咗年零咁樣啦。最後呢24個小朋友都訓練出有完美音感。有唔少人做過類似嘅研究啦，發現所謂嘅天賦能力其實呢係可以透過有效嘅訓練方法去發展出嚟。莫扎特生於音樂世家，可以話由一出世就已經開始做緊訓練啦。作者認為莫扎特同埋呢24個小朋友都有天賦，佢哋嘅天賦呢並唔係喺音樂方面，而係佢哋天生就有一種可塑性同埋適應能力都極高嘅大腦，只要有正確嘅訓練，就會做到平常人以為好難做到嘅嘢。亦即係話，我哋唔存在於天生有冇嗰種能力，而係取決於我哋有冇好好利用自己嘅大腦同埋身體嘅適應能力去學習嗰樣才能。呢一種適應能力呢，喺幼兒時期呢係最強嘅。但係成人呢，或者係長者啦，透過刻意練習都可以發揮多種唔同嘅潛力。歷史上面有唔少嘅例子，一個到咗30或者係40歲先至學一種運動，都可以喺世界賽事上面呢得到好成績。大家冇藉口話自己年紀大咩都做唔到啦啩？喺每一個領域裏邊啦，都有好多人好努力咁練習，例如係學術上或者運動上，又或者係藝術啦、捉棋啦，諸如此類。但係成功嘅人嘅比例呢就得好少。究竟佢哋嘅練習出咗咩問題呢？一般練習法呢，只會令你學識一樣嘢，而唔係精通嗰樣嘢。大部分人嘅學習模式都係首先 set 個目標俾自己，跟住呢就揾老師啦、教練啦、睇書啦，或者係上網揾資料去學，跟住佢哋嘅提議咁樣去練習，練到你覺得熟啦，可以好自然咁樣做到為止。當你滿意自己嘅表現嗰陣呢，咁就冇得再進步噶啦。有研究顯示，當一個人嘅表現達到自己覺得可以接受嘅程度呢，動作就會變得自然啦，就算再練多幾年呢，都唔會再有進步。我哋有冇試過學一樣嘢，去到一個樽頸位，做極都係覺得做得幾好啊，不過呢就冇再進步咯。以煮餸為例啦，當你煮到一碟自己覺得好好味、好滿意嘅生炒骨，你再煮多100次，嗰碟生炒骨都係嗰種味，冇得再進步。有時呢，當一樣嘢你做得太熟手呢，反而係會滑晒牙咁，可能呢越做越退步添。
作者提出另一種練習方法，就係有目標咁樣去練習。呢一種練習呢，有結構、有挑戰性，而且有回饋嘅練習呢，我哋係要主動咁樣走出舒適圈，針對具體嘅弱點進行改進。第一係有明確嘅目標，我哋唔可以每次夠鐘練習就一味重複一個動作啦，或者係重複一樣嘢咁樣。我哋要定好一個實在嘅目標，呢個目標係要可以量度嘅。簡單舉個例子啦，譬如係練水啦，要 set 定自己喺乜嘢時間之內游到幾遠，或者 set 定自己轉池嗰陣可以潛到幾耐，而唔係就咁叫自己每星期游3次水，每次游1個鐘咁樣。第二係要全神貫注，練習嗰陣要出盡全力，唔可以分心，因為真正嘅進步就發生喺你注意力好集中嗰個狀態嗰陣。其實專注力呢樣嘢好得意㗎，當你可以專注喺練習一樣嘢裏面你就會表現得好好。而當你發覺自己表現得好咗你又會更加願意去專注咁做嗰樣嘢。第三係需要有意見嘅回饋，即係 feedback。如果你有老師或者教練，佢哋好自然會俾 feedback 你嘅。但係如果你係自學自己揾資料嘅話，自我觀察就好重要啦。例如係游水啦，當我哋 set 咗一個明確目標， feedback 就係我哋究竟有冇達到呢一個目標，同目標距離有幾遠，通常係邊一個位犯錯啊等等。其實參加比賽都係一個好好獲得回饋嘅方法。第四係走出舒適圈，我哋要不斷挑戰自我，要有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嘅心態。今日完成到2分30秒游100米，聽日就 set 個目標，譬如係2分28秒游100米。當你煮到一碟人人都覺得好好食嘅生炒骨，你會唔會鑽研一下點樣做出一碟一樣咁好味，但係少糖少油嘅生炒骨呢？如果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好好，咁就唔會再有進步㗎喇。有時我哋覺得練習嘅過程裏面去到樽頸位啦，即係點練都好似唔會再有進步喎。唔好以為你再擺多啲時間去練就可以突破個樽頸位。當你游極都係要2分30秒先至游到100米，你用同樣嘅方法練多100日都未必會有進步。呢個時候應該試下其他方法去練習，例如係改變你嘅游水姿勢啦，或者呼吸頻率啊，或者係游水嗰陣你對眼望緊邊一點原來都好有影響。或者係彈一首歌咁樣，每次彈到某一個巴你就跟唔到個拍子啦，會唔會改變一下手指位會有幫助呢？或者係改變下你嘅坐姿，又或者改變你睇譜嘅方法呢？作者話有目標咁樣練習，比起一般練習效果係會好好多。但係淨係有目標係唔夠嘅。人嘅身體可以經過長期訓練而有所改變，例如係各種運動啦。當接受長期同埋適當嘅訓練之後，身體嘅各種肌肉就會一直發展，而呢啲發展我哋係有辦法量度嘅。至於腦部發展，我哋就唔係咁容易量度得到啦。咁有冇辦法證實到經過長期而適當嘅訓練，人嘅大腦係咪都有相應嘅適應能力去發展呢？首先，人類嘅大腦會因為密集嘅訓練而成長改變。作者引述咗一個用倫敦的士司機為研究對象嘅研究計劃，聚集咗3組人。第一組同埋第二組分別係準備考倫敦的士牌。第一組人成功考到嘅，第二組人就會半途而廢啦，或者係佢考試失敗。仲有第3組人就係普通市民啦，冇接受任何考的士牌嘅訓練。由於喺倫敦揸的士需要記住大量而且非常複雜嘅街道路線，亦都要有好高嘅導航技巧，所以預備倫敦的士考牌試係需要非常之高強度嘅腦部訓練。研究結果發現，第一組成功考到的士牌嘅人佢哋腦裏面嘅海馬回後緣比起第二組人，即係半途而廢，同埋第3組人，即係冇接受倫敦的士考牌訓練嘅人明顯增大咗好多。情況就好似啲健美運動員咁啦，經過高強度嘅肌肉訓練，肌肉係會增大咁樣。
呢一個研究證實咗人類大腦嘅可塑性同埋適應能力同身體一樣咁高。人嘅身體同埋大腦都唔中意有變化，呢一種咧叫做恒定機制。例如係做運動嗰陣啦，肌肉消耗多咗氧氣，身體含氧量下降咧，我哋就會喘氣啦，吸收翻多啲氧氣。而當身體某一個系統，譬如係某一啲肌肉或者係心血管系統，因為負荷太大而冇辦法維持呢一種恒定性咧，身體就會作出改變，建立翻一種新嘅恒定性。所以如果希望自己身體作出一啲改變咧，我哋就要挑戰自己，辛苦自己，打破以往一直維持住嘅恒定性。以運動員做例子啦，佢哋嘅鍛煉難度咧需要夠大，時間咧又要有足夠長，身體先至會作出改變，達至進步嘅效果。但係當新嘅恒定性出現咗之後咧，如果想繼續進步，我哋就要 keep 住打破呢一啲恒定性啦。即係話我哋嘅訓練係需要更加高強度，所以作者話要進步咧，要不斷跳出自己嘅舒適圈。雖然人嘅大腦啦唔會好似身體嘅其他器官咁樣，成年之後咧都會繼續生長，但係我哋都可以用相同嘅方法重塑自己嘅神經網絡，令自己不斷進步。作者引述另一個以弦樂演奏家為對象嘅研究，9個研究對象都係右腰嘅人士，即係慣用右手啦。但係演奏弦樂咧，其實最忙嘅係左手喎，因為要完善咁去控制發出嚟嗰啲係乜嘢音啦，甚至乎係要做出震音啊、滑音啊，諸如此類呢啲高難度動作。而左手咁完善嘅動作咧，就要快、狠、準。所以佢哋都係經過長期嚴格對左手嘅訓練。研究另外揾咗6個非音樂家嘅人做對照，用腦部掃描去睇下佢哋控制手指嘅區域有冇啲乜嘢唔同。研究發現，演奏家負責控制左手手指嘅腦部區域咧，明顯係大過非演奏家。年紀越細開始練習演奏咧，分別就越明顯。咁樣就印證咗啦，長期訓練會導致同正在培養技能相關嘅大腦部位產生變化。但係有3點值得留意喎。首先，頭先都提過啦，兒童同埋青少年嘅大腦，佢哋嘅適應能力咧係比成年人好，所以訓練效果咧亦都會比較好。第2點係透過長期訓練開發大腦某啲區域咧，可能會有副作用。好多實例都睇得到。某樣技能發展到頂峰嗰陣咧，另外咧就會有啲領域咧表現衰退。第3點係呢一種努力一定要維持落去。當你一停止訓練咧，之前展現出嚟嗰啲能力咧就會消失噶啦。傳統學習法啦，係建基於我哋覺得一個人咧有某一種潛能，佢就去學習點樣去發揮呢一種潛能。當去到你認為已經發揮到潛能嗰陣咧，你就會滿足自己嘅表現，之後就一直留喺自己嘅舒適圈。但係刻意練習咧，唔單止係發揮潛能，而且咧係要打造潛能，要做一啲以前唔覺得自己會做到嘅嘢，即係不斷要接受挑戰啦，離開自己嘅舒適圈，迫使自己嘅大腦同埋身體去適應。高手之所以同普通人唔同咧，唔係因為天賦，而係因為佢哋個腦入面咧有更加複雜、更加有效嘅心智表徵。喂，咁乜嘢係心智表徵啊？心智表徵係一種心智結構，對應住某一啲物品啦、概念啦、一系列嘅資訊啦，又或者係任何出現喺腦裏面具體或者抽象嘅事物。譬如一提到蒙羅麗莎的微笑，好多人就會喺個腦裏邊浮現咗呢一幅畫。而呢一幅浮現喺腦海裏面嘅畫，就係對蒙羅麗莎的微笑嘅心智表徵。簡單嚟講，就係你對呢一樣事物嘅熟悉程度。刻意練習講求嘅呢，就係發展出各種更高效率嘅心智表徵，令你可以運用喺你正在練習嘅任何活動裏面。譬如你係一個游泳嘅運動員啦，可以利用刻意練習去令自己對游泳技術嘅心智表徵不斷提高。例如係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微嘅技巧，點樣喺你個腦裏面浮現出嚟。
心智表徵咧有一個領域嘅局限性，即係咧你發展游水方面嘅心智表徵喺你跑步嘅時候咧係用唔着嘅。心智表徵人人都有啦，無時無刻都用緊。譬如係下廚啦，人人都總會有機會咧需要自己煮嘢食噶嘛。但係點解有啲人會做到廚神，而我咧就淨係做到地獄廚神呢？頂尖專家同埋一般人嘅心智表徵咧，其實佢哋嘅質同埋量咧係唔同嘅。專家透過多年嘅練習，發展出極度複雜同埋精細嘅心智表徵。你有冇諗過世界圍棋棋王點解捉棋咁叻？點解佢哋每行一步棋都咁精準呢？佢哋點樣判斷應該行邊步棋呢？如果你以為佢哋每一步棋都係當刻諗出嚟嘅話呢，少年，你太年輕啦！喺佢哋成為棋王之前啦，其實已經背咗可能成千上萬個唔同嘅棋局。佢哋對圍棋嘅心智表徵複雜同埋細緻程度呢，普通人係想象唔到。基本上對方下一步棋，棋王腦裏面呢已經想象到嚟緊嗰10步棋嘅可能性。心智表徵比較弱嘅人，可能睇到呢一啲嘢係互相冇關係嘅，但係專家呢就睇得出佢哋有啲咩模式，有啲咩關係。例如係球隊教練啦，俾球員睇到更加多對手嘅部署同埋戰略。心智表徵呢亦都可以幫我哋理解資訊。當我哋對一個範疇嘅嘢有深入同埋細緻嘅了解，我哋就將呢一啲資訊擺咗入去我哋嘅長期記憶。當有新資訊嚟嗰陣呢，我哋就可以將呢啲新嘅資訊連結翻去我哋嘅長期記憶裏面，而減少或者避免咗只可以運用短期記憶嗰種限制。譬如我哋學彈一首新歌啦，如果心智表徵比較弱，可能需要每一個音符咧都對應翻每一個琴鍵咁樣去彈，咁樣去認識呢一首歌。但係對於一個演奏家嚟講咧，佢只係需要讀下個譜，個腦裏面咧已經出現咗嗰首歌嘅旋律啦。今日分享咗啦，刻意練習裏面嘅頭3章，包括咗係有目的咁練習啦，駕馭大腦同埋身體嘅適應能力同埋心智表徵。相信大家咧對於一般練習同埋刻意練習嘅分別應該有清晰嘅了解啦。其實呢3章咧帶出嚟嘅意思就係唔好以為熟能生巧，或者係規定自己每日撥幾多時間去做練習，我哋就可以成為嗰一方面嘅專才。齋做得多咧唔代表你會叻喎，要叻要做得出色嘅話咧係要不斷有進步。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進行刻意練習。講咗咁耐啦，仲未好具體咁樣講點樣進行刻意練習喎。想知嘅話就唔好錯過下一集，將會講到本書嘅第4至第6章，包括係刻意練習嘅黃金法則啦，喺工作上面運用刻意練習嘅原則，同埋喺日常生活裏面運用刻意練習嘅原則。學識呢啲原則之後呢，大家就可以開始計劃自己嘅刻意練習啦。大家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同埋撳埋個鐘仔，下一集一出片呢，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係 Judy，下集見。